来是这个旅游的作家叫做小王子，伊来公开着伊超强的超强的防疫术。伊的厝内底有4个亲人来确诊，其中4岁后生是住院治疗，伊阁去隔离病房照顾后生7天。不过最后 PCR 也是阴性，并无为着病毒，平安顺利离开病院。囡仔伫病房坐伫病床，一个看册，一个看电视，看起来真轻松。毋过伫边仔照顾囡仔爸爸煞真细腻，因为伊伫即个病房内底陪家己确诊的后生1礼拜。我的安全期是设定在那个我们就是最靠近窗户跟厕所的旁边，因为厕所门其实可以关起来，它变成一个三角区域。然后另外的地方就是配餐区，我把它设定在衣柜跟冰箱的那个位置。伊是旅游作家上主，伊讲对4月底开始，亲人陆续为着病毒和隔离，4岁后生嘛确诊，爱去病院治疗。已经注3剂疫苗，决定去病院顾囡仔。为着不要防卫着，伊家己有一套陪病作战计划。护士的小姐说，其实共识很容易会染疫。然后再就是洗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，不同的时间我们分开吃东西。我先让小朋友吃完之后，做完消毒之后，我才会躲到我的安全区去吃东西。然后洗澡的时候也会有顺序，就是我会先洗。上主讲陪病一定要掌握3大原则，除了一定要注3剂疫苗，还要全程挂 N95 喙安，袂使做伙食饭。洗身躯嘛要分开洗，上好是陪病人先洗，才换较真的人去洗。伊嘛讲家己的压力真正足大，嘛真紧张。但后生困去了后，才会当较放松。不过就算想要食4手啊，嘛要秘去3肚内底。你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空间。那所以刚刚好那时候也想到说，这衣柜其实相对是安全的哦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屏障隔离。我就把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吃一点东西，让自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陪病7天严格防疫，上尾也上注 PCR 是阴性，顺利出院。只要依照指挥中心所规范的一些模式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就是大家不要害怕说疫情发生在自己身边。上主讲当时是烦恼家己若是去用袂着，会无人照顾亲人，所以严格遵守防疫措施。嘛建议大家平常时会使先穿好物资，包括换洗衫裤和消毒工具。若是较紧或者是爱防隔离，才袂真惊讲。保持乐观的心情面对严格防疫，就会当战胜病情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